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洋洋，今日嚟到惠安苑嘅2座，為大家介紹一個實用面積502尺嘅3房1浴室單位。呢一個單位有一個開揚嘅遠景嘅，事不宜遲，睇個單位先。大門玄關 ，L 型廚房，客飯廳左右分明，客廳。客廳窗外景觀、樓景及泳池景。飯廳、走廊、浴室明廁有窗，減少濕氣。乾濕分離淋浴間。睡房。睡房窗外景觀、樓景及泳池景。另一間睡房。睡房窗外景觀、樓景及泳池景。主人房。主人房窗外景觀，開揚山樓景。單位就睇完啦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聯絡我，下次見，拜拜。